深夜，当整座城市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诊所的电话偶尔会响起，那种铃声在寂静中显得特别刺耳。每次接到这种电话，我的心都会紧一下。我是林医师，看诊看了几十年，我最怕听到的不是病人跟我抱怨腰酸背痛，而是家属在那头惊慌失措的哭喊，说长辈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倒下了？拜托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如果你把某些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误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痛或是牙痛，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错过了那个唯一能救命的黄金时间。一旦错过，人虽然救回来了，但心脏可能已惊坏，死了一大半。那种后半辈子的辛苦，是我最不忍心看到的。心脏出事，最可怕的不是那个痛字，而是那个快字。它不像感冒会让你流鼻水，流个好几天，它往往是前一秒还在谈笑风生，下一秒就天人永隔。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请你一定要放在心里。在开始之前，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你和家人准备的健康建议。我也想知道你现在有在认真听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帮我打个1。如果暂时还没感觉，请打个0。你们的每一点回馈都是我继续分享下去的动力。今天我不讲深奥的医学术语，我会带你识别5种最会骗人的怪痛，还要给你一套腕，一发生意外时，你在家就能做的10分钟自救流程。我们不求长生不老，但求在关键时刻，我们能把命稳稳地留住。很多老朋友来诊间找我，都会很有自信地说，林医师，我心脏强得很，这辈子胸口从来没闷过痛过。但我总会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心肌梗塞发作的时候，真的不一定会胸口痛，这就是很多人最后走不掉的原因。你要把我们的心脏想象成是一台24小时不能停的马达，马达要转，就需要油管供油，而我们的血管就是那条油路，血液就像是马路上跑的车子，负责运送氧气和营养。随着年纪大了，或者平常吃得太油，动得太少，血管这条马路边就会开始堆积垃圾和油垢，垃圾堆久了，马路就变窄了。平时虽然塞车，但车子还能过，你感觉不到危险。但可怕的是，只要哪一天天气突然变冷，或是你情绪一激动，血管这条路会突然缩一下，原本就窄的路，只要那一坨油垢卡死，油路就断了，心脏马达没有油可以烧，就会在那一瞬间停止跳动。我在急诊室看过太多的遗憾，家属总会哭着说，他刚刚还好好的，只是去洗个澡而已。长辈们，请你们一定要帮我记住这3个心脏最脆弱、最容易出事的时刻。第一是半夜2、3点，当你从暖烘烘的被窝爬起来想去上厕所的时候，那时候体温高，如果脚底直接踩在冰冷的地板上，冷热刺激会让血管瞬间缩得最紧。第二是洗完热水澡，感觉全身通透的时候，如果你光着身子直接走出浴室，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那对心脏来说就像是在走钢索。第三是刚吃饱饭，正觉得肚子很撑的时候，这时候血液都跑去肠胃帮忙消化了，心脏本来就比较虚弱，如果你这时候急着去爬楼梯或赶公车，心脏真的会受不了。要避开这些危险，其实不用花钱，半夜起来，请先把外套披上，拖鞋穿好，在床边坐30秒，等身体醒了再走。洗澡后在浴室先穿好衣服再出来。
吃饱后休息半小时，别跟自己的体力赛跑。这些保命的小动作，就是对家人最大的爱。有一种痛，长辈最常看错一生，那就是牙痛。我直接跟你说一句实话，你的牙齿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可能是心脏在求救。这听起来很玄，但这是真的。我以前遇到过一位老病友，跑去看遍了牙，一牙齿拔了，补了，痛还是没好，最后来到我这，才发现是心脏出了大问题。医学上，这叫心源性牙痛，心脏的神经。很奇怪，他出事的时候痛觉有时候会往上传到下巴，传到牙床。这种心脏引起的牙痛有几个特质。首先，你会觉得牙齿酸酸麻麻的，但你却指不出到底是哪一颗牙在痛，好像整排都在痛。第二，这种痛往往连带足下巴、脖子都闷闷紧紧的，像被人掐住一样。最关键的分辨法是，你看牙一说没蛀牙，但你还是一动就痛，而且痛的时候还会伴随着冷汗直冒，呼吸不顺。如果你有50岁以上，有三高，或是有抽烟习惯，只要感觉牙痛的怪怪的，请不要再等牙医诊所开门了，请立刻打119。接下来我会告诉你那个决定生死的10分钟自救流程，这比你吞止痛药还有用。除了牙痛，另一个最常被长辈当成小毛病的，就是肩膀和手臂痛。很多长辈觉得一失我这是50肩啦，或者是昨天抱孙子拉伤了。但我一定要提醒你，心脏出事引起的肩膀痛跟普通的肌肉酸痛完全不同，它的特质非常明显。你这2天明明没搬重物，左肩膀却突然隐隐作痛。这种痛感通常会沿着手臂的内侧一路传到你的手肘，甚至传到小指头。还有人会觉得后背肩胛骨中间好像被一个千斤顶压着，那肿闷痛感让你坐立难安，怎么换姿势都没用。林医师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分辨法，普通的肌肉痛，你手举高或者按压那个痛点，通常会骗得更痛。但如果是心脏来的痛，你怎么按它都不会骗，反而只要你一走动，一用力，痛感就会变得非常剧烈。如果你坐着休息还是觉得肩膀和后背闷痛，请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动，不要逞强，想走去拿药或是找人帮忙，请原地坐下来，叫家人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领口松开，让空气流进来。这不是休息一下就能撑过去的酸痛，这是身体在跟你发出的最后通牒。我们必须跟时间赛跑。在所有的误会里，最危险也最容易让人丢掉性命的，就是把心脏病当成胃病。这是我最担心的模仿犯。很多长辈感觉肚子闷闷的，想吐，一直打嗝，直觉就是想去药柜找胃药吃。但你要知道，心脏的底部胃部靠近胃，当那里的血管堵塞时，大脑会误判，让你以为是胃部在闹脾气。如果你这个时候吞下胃药，然后躺下来休息，那可能就真的醒不来了。林医师教你2个最白话的分辨法。第一，这个痛跟活动有关吗？如果你走2步路，或是爬个阶梯，肚子闷胀感就变得更明显，停下来好像好一点点，那这个极大几率是心脏血管塞住了。第二，这个痛跟吃东西有关吗？普通的胃痛通常是吃饱了痛，或是饿太久痛，但心脏引起的假胃痛跟你有吃东西通常没什么规律。我要强调，我不是要你当自己的医生，我是要你学会排除危险。只要感觉这种胃部闷胀，伴随着全身虚弱、冷汗直流，请不要管胃药了。接下来我要讲整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那个决定生死的黄金10分钟自救流程，请你一定要专心听，这能救你的命，也能救你家人的命。当怀疑心脏出事的那一刻起，每一秒钟都是在跟死神抢人。现在，请你在脑袋里跟着我走一遍这个黄金自救流程。我要先破除几个网络流传的偏方，千万不要用力咳嗽，那会让你的血压乱飙，也不要乱捶胸口，更不要硬撑着想自己走去路口等车。这时候，你的心脏已经在求救了，任何多余的体力消耗都是在缩短你的救命时。记住林医师一句话，这时候不是判意志力，是判顺序。第一步，第1分钟立刻拨打119，电话接通后不要慌，清楚报出地址，并告诉接线员长辈现在有胸口闷、冒冷汗、感觉怪痛的症状。第二步，第2分钟让人坐好或半躺，绝对不要再走动，不要去洗澡，也不要坚持去上厕所，请就在原地安置，减少心脏的负担。第3步，第3分钟打开空气，环境降压，把窗户全部打开，解开领口的扣子，松开皮带。家人请保持冷静，不要围着长辈大声哭喊，那会让他更紧张，血管缩更紧。第4步，第5分钟药物确认，如果医师平常有开舌下含片或是救心药，请照医嘱含服，记住只有医师开过给你的才能用。如果长辈确定不会，对阿司匹林过敏，也没有盐，重胃出血史，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咬碎1颗低剂量阿司匹林，可以帮助预防血块变大。第5步，第8分钟准备资料，找出健保卡、用药清单，还有过敏史。如果家里有血压计，量一下现在的数字，等下告诉救护人员。最后第10分钟，保持联络，引导救护车进来。这套流程就是你在医护人员赶到前能为家人撑起的生命保护伞。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顺序做对了，命就保住了。讲了这么多方法，我想分享一个发生在新北市的真实故事。蔡叔叔63岁，是我的老病友。有一年冬天半夜，他突然觉得肚子闷闷的，以为是晚上吃坏肚子，想起身去厨房找药。蔡叔叔的太太陈阿姨那时候警觉性很高，她看到蔡叔叔脸色惨白，冷汗流得整件睡衣都湿了。她原本想扶着蔡叔叔走，但突然想起我曾叮咛过的，绝对不能动。陈阿姨立刻让蔡叔叔坐在地板上靠着墙。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翻药柜，而是打119。接着她把窗户全开，解开蔡叔叔的扣子，让他慢慢吸气，不断安慰他，没事，救护车快到了。等救护车到的时候，蔡叔叔虽然虚弱，但心脏酶有因为走动而受到2次伤害，后来送到急诊，医师说那一区的血管真的全塞住了。正是因为陈阿姨没让他走动，没让他去洗澡，才争取到了放支架的机会。现在蔡叔叔还能天天在公园跟我打招呼，这全靠陈阿姨当初冷静地做对了顺序。林医师想说，这种事随时会发生，这不是谁的错，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先准备好。请把这段影片转发到你的家族群组里，这不只是一部影片，这是一份能保佑全家平安的福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危险来处理。最后，我想谈谈怎么让你的心脏马达能多跑几年。很多长辈说，医师，我都吃得很清淡，怎么还是会出事？其实，血管健康不只是靠吃，还也要靠你的生活习惯。
林医师点名3个最伤血管却最容易被长辈忽略的习惯。第一是抽烟，烟里的化学物质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坑坑洞洞，垃圾更容易堆积。第二是长期熬夜或晚睡，这会让身体的神经系统一直处于紧绷状，太血管没办法休息。第三是药物吃停停，觉得血压稳了就不吃药，这最容易让血管突然爆掉或塞住。我们不要求生活过得完美无缺，只要做到70分就很棒了。第一，每天固定走路15到20分钟，不需要跑，散步也可以。第二，饭吃7分饱，甜食和油炸的东西少吃一半。第三，一周至少有5天在固定的时间睡觉。最重要的药物要遵从医嘱，有任何不舒服就回诊跟医师讨论，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这些小坚持就是在帮你的血管做定期的修复与保养。快结束了，林医师帮大家把今天的救命重点整理成2句口诀，请你帮我记住。第一句，5种怪痛要警觉，牙痛、肩痛、胃痛、背痛、胸闷。第二句，10分钟自救流程，叫车、坐好、通风、按医嘱。这2句话记住了，万一出事，你就比别人多了1倍的机会。谢谢你耐心的陪我看到这里，请在评论区留言一句，我会记得黄金10分钟。这是给你自己的一个承诺，也请把它分享给你最在乎、最想守护的那个人。我是林医师，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集再见。